係對呢個嘅數字教育有啲乜嘢嘅可能嘅感覺到嘅困難咧？咁我諗大家咧都會覺得其實個課程好散亂，亦都冇咧個規定，譬如我幾多年級我要教啲乜嘢啦，或者冇一個方向，究竟我要教啲學生啲咩咧？咁於是咧喺個業界嗰度，我哋都百花齊放。咁有啲就譬如可能老師強啲嘅，就老師自己去跟啦，自己去教啦。譬如有啲係機械人啦，呢啲工程嘅探究啦。咁但係有一啲嘅老師比較弱啲咧，佢哋就可能喺坊間嗰度咧係外購，即係一啲嘅服務翻嚟，就教我哋啲學生。咁所以咧各式形式咧全部都有。咁但係究竟學生基礎喺個數字教育入邊，我哋要學啲乜嘢咧？咁就未有一個明確同清晰嘅方向。咁既然咧政府咧即係全面咧都係講緊咧呢個數字教育嘅個將來嘅發展好重要啦，咁大學界又會即係有面對嘅呢個困難啦。我想問下，今次政府係成立咗呢個委員會，係咪你覺得係正正係回應緊覺得學界有呢一個嘅困難嘅？我相信咧，其實委員會咧嗰個嘅設立咧，其實都係可以回應到咧我哋學界嘅需要。其實兩個方面啦，咁因為我相信同佢講嘅數字教育呢一個嘅政策嘅發展督導委員會入邊咧，我相信兩個層面。一個層面就係我哋究竟要教啲學生啲咩，所以佢好清晰講學與教入邊有呢個問題。咁另外第二個問題咧就係話我哋點善用咧我哋呢個科技。我哋去進行我哋教育，即係我哋所講嘅教育數碼化啦，我哋嘅行政啦各方面啊，點樣去解決？咁所以我相信咧，佢會一個比較整體啦、宏觀咧，係無論喺個行政嘅角度、學校嘅角度，或者學生嘅需要角度、學與教嗰度咧，都可以全面去檢討呢個問題。其實好多時候咧，我哋見到政府成立一啲嘅委員會咧，都係邀請一啲唔同嘅人士咧，係進入呢個委員會啦。可能有業界嘅代表，或者係教育界嘅代表。你會覺得其實呢一個委員會應該包括邊一啲人啊，或者嚟自邊一個嘅界別咧，先能夠係幫助到整個業界呢方面嘅發展嘅？嗱，我自己會睇啦，咁一定係要包括一啲嘅 IT 人啦，係咪一啲嘅 AI 嘅人啦？咁亦都其實係啲編程嘅人員。係咁呢一個我覺得係我哋嗰個嘅學科素養入邊咧係最 basic 嘅嘢啦。咁